個星期有防鳥刺從灣仔一間食肆嘅招牌上面跌落嚟，一個途人被擊中頭部送院。防鳥刺係乜嘢呢？網購平台亦都有售賣防鳥刺俾市民自行安裝。呢一類安裝喺外牆嘅小裝置有冇安全標準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根據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戶主必須委聘註冊承建商，先至能夠喺外牆等進行指定小型工程。不過防鳥刺就冇納入監管。有律師就提醒，即使唔屬於指定小型工程，如果因為安裝唔穩固而從高處跌落嚟傷及途人，一樣係要負上法律責任。情況係點呢？ Anson 住喺屯門藍地，呢度遠離市區，夜晚特別安靜。但係呢份寧靜，每到清晨就會被雀仔嘅叫聲打破。朝早7點至8點起身嗰段時間就會比較多啲咯。咁有時可能5、6點佢哋就開始喺度唱歌、大合奏咁樣。通常佢哋都會停留喺冷氣機嗰個位置嗰度，因為嗰度有個平台俾佢哋企喺嗰度。咁有時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就會聽到啲雀喺個冷氣機上面拍打啊，喺度 gathering 啊，開 party 咁樣。睡房嘅窗框上面甚至黐住雀仔嘅毛。Anson 擔心野鴿太多會帶嚟健康問題。之前睡房嗰個冷氣機就發現有啲臭味啦，咁一直都睇唔到係啲咩問題啦，咁就請咗出面啲冷氣機清潔公司嚟幫手洗一洗部冷氣。咁當個師傅拆個冷氣機嗰陣時，就發現入邊原來係有隻雀仔死咗喺入邊咯。因為其實以前都聽過有禽流感啊，都會擔心，因為可能抵抗力未必咁好嗰陣時，就會得到呢啲病咁樣。屋苑其他居民有時都會喺網上群組討論點樣應對雀仔嘅問題。除咗鼓勵居民唔好再餵鴿，Anson 話有啲住戶仲會用驅趕雀仔嘅工具。佢哋都會揾啲公司幫手喺個冷氣機嗰度裝翻個網啊，阻住啲雀唔好俾佢哋入到去啦。跟住有啲鄰居就可能放咗啲比較古老啲嘅做法，就係放咗啲 CD 喺度，咁當佢反光嗰陣時，就啲雀唔會飛埋去咁樣咯。坊間仲有多種驅趕雀仔嘅方式，其中一種係安裝防鳥刺，即係金屬或者塑膠嘅尖刺，令到雀仔唔能夠飛到平台上面。現時喺部分大廈外牆嘅招牌、住宅冷氣機頂部等等，都能夠見到防鳥刺。佢嘅應用其實好廣泛嘅。其實一年嚟講咧，我哋都可以賣到過千條防鳥刺嘅。可能係一啲工商業嘅客戶啦，咁可能係物業管理公司啊，或者一啲工程公司，甚至就係可能係一啲私人嘅客戶都有嘅嚇。可能佢哋自己就係可能買啲少量，可能係3至5條咧，佢哋自己裝喺自己受影響嘅一啲範圍咯。喺網購平台上面，亦都有網店售賣防鳥刺，甚至提供索帶、螺絲等嘅配件俾市民自行安裝。但係黃程希話，安裝防鳥刺有一定要求，裝得唔好，防鳥刺有機會從高處墮下，造成危險。最安全嘅咧就係用螺絲去做一個最少3點式嘅一個固定嘅。呢一條驅鳥刺咧，其實佢有一個長度嘅，咁起碼都有差唔多50公分嘅。咁我哋3段式嘅就係喺一條驅鳥刺入邊咧，左中右我哋都各自最少有一粒嘅螺絲咧去做固定。因為你用喺個戶外嘅關係啦，我哋都會建議用不鏽鋼嘅一啲材質嘅螺絲。上星期就有防鳥刺從灣仔一間食肆嘅招牌上面跌落嚟，一個途人被擊中，頭部流血送院治理。黃程希提醒，就算裝好咗防鳥刺，都要定期保養。譬如可能螺絲咁樣啦，我哋都會建議就係可能你每半年或者每1年就要去巡查一下你裝嘅嗰個位置啲螺絲，同埋就係本身嗰一條嘅驅鳥刺係咪一個良好嘅狀態咯？咁如果你見到啲驅鳥刺個位置已經有移動啊，或者螺絲有鬆脱嘅話咧，咁可能就要做一啲加固或者係重新安裝。但係佢話有時受到環境限制，防鳥刺未能用螺絲固定，可能冇咁穩固。如果你用唔到螺絲嘅話咧，其實坊間可能就會用其他嘅方法啦，可能就係一啲膠水啊，或者係一啲玻璃膠，甚至釘膠。咁但係用呢一啲嘅膠水或者一啲黏合劑啦，因為佢始終唔係一個螺絲去鎖住，所以可能你定期去檢查個頻率
就要比較高啲，可能第3個月就要檢查一下。根據屋宇署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如果要喺外牆等進行指定小型工程，例如建造超過一定尺寸嘅冷氣機承托支架、招牌等等，單位嘅佔用人必須委聘定名註冊承建商。不過防鳥廁並唔屬於呢啲指定工程，即係冇納入監管。有律師話，雖然並非受監管嘅工程，但係萬一防鳥廁因為安裝唔穩固而從高處墮下傷及途人，業主、租戶或者物業管理公司都可能因為允許非專業人士安裝而被追究法律責任。就算你話屋宇署冇就呢啲防鳥廁呢啲小裝置定咗咩指引，其實業主或者嗰個使用人即係租戶啦，都會係有法律責任嘅。佢哋係有責任去謹慎同埋合理咁去揀一個有能力、合資格嘅安裝嘅公司嘅。如果佢哋揾咗一間冇能力去安裝嘅公司，或者無牌，或者甚至乎佢知道呢間公司係唔識裝嘅，佢都揾佢裝嘅話呢，咁個業主同埋租戶都會係有疏忽。佢又話：業主同租戶有責任檢查清楚上一手業主或者租戶留低嘅小裝置係唔係安裝穩固。防鳥廁係由上手業主安裝都好，又或者甚至乎個上手業主裝完之後冇通知到下一手嘅業主，即係現有嘅業主租戶，其實都唔影響現有業主嗰個責任嘅。佢唔能夠用一個抗辯理由就話呢個嘢係上手裝嘅喎，我唔知道喎，或者我冇留意喎，呢個唔係一個抗辯理由嚟嘅。有專家就話，除咗防鳥廁，本港建築物上面仲有唔少小裝置，同樣冇被納入小型工程監管範圍，業主或者租戶比較容易忽略安全性。呢啲好輕型嗰啲嚟㗎，安裝方法咧相對咧就係冇咁重型嘅話咧，就唔涉及咧對個結構有影響嘅就係。咁例如有時有啲業主會安啲射燈啊，射喺地下又好，射招牌依類，就好似小型工程監管條例就佢都冇寫得好清楚。其實裝喺外牆嗰啲物件咧，或者懸掛物咧，都五花八門嘅。咁如果你用一個列出嚟嘅表嘅話呢，我覺得就話好似就未必可以列晒咁多個。但係佢認為裝喺建築物外牆嘅設施風險比室內設施高，所以無論大細同埋係咪受法例監管，市民都應該揾專業人士安裝。可能佢覺得呢啲嘢都好輕騎嘅啫，我自己落手落腳做都得啦。其實我個人認為呢，你裝呢啲嘢牽涉到公眾人士嘅話呢，最好就揾啲合資格嗰啲小型工程承建商嚟做嘅，因為你小業主嚟講，佢哋唔係專業人士嚟㗎嘛，揾啲專門嘅幫佢做嘅話，即係響個安裝啊，用啲物料嚟使用安裝嘅話呢，係有保證啲咯。除咗確保安裝穩固，謝偉正提醒業主同租戶都需要留意保養，但係各種唔同設施幾耐要保養一次呢？而家就冇一個特別時間性嘅，即係睇翻你唔同嘅工程項目嚟講嘅。不過我覺得每年都揾人幫你睇一睇，你都安心啲啊。如果金屬嘅話係會生鏽噶嘛，咁如果當外牆嗰度曬雨淋、風吹雨打，安裝個部位嗰度生鏽，如果鬆嘅話，咁亦都係呢。如果唔理嘅話呢，會有可能跌落嚟咯。李展鵬就話：負責安裝嘅公司冇法律責任提醒客戶幾耐要保養一次。強調市民應該主動跟進。如果業主租戶自己冇去做定期嘅檢查、保養維修，然後你話因為個安裝公司冇提我相信呢個唔係一個抗辯理由嚟。佢哋唔能夠話我唔知道點做啊，因為佢可以去尋求協助啦，佢可以去聘用一啲有關嘅公司去幫佢哋去做個保養啊、維修。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再見。